礼拜要开始，请咱有备万心，请奏乐。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圣诗431首，安然搁过一礼拜，安然搁过一礼拜，感谢上帝大仁爱，请咱起立吟全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来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永远搁活，永远的第8篇，我来刻，恁来印。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有新的快乐，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教我同在。你的骨、你的管，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停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之爱一定教我一世人做伴。
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咱做伙共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心羡慕你，阮感谢俄罗你，你是慈爱甲恩典的君王，你用大权能治理宇宙万有，堪得万民尊崇敬拜。听阮的天父啊，正经你组织伫即个所在共心来敬拜你，感谢你的大疼痛，借着耶稣的血替赎阮的罪。当阮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祈祷，求你赦免阮的过失，帮助阮搁较意爱超找真理，刻慕你的话，遵守教示，明白你国度的奥妙。救赎阮的主啊，你是道路、真理、活命，因为安尼，阮就会得到生命永远的意义甲祝福。你对每一个人有你好的旨意。阮所领受一切恩惠甲才能，拢是你交代阮管理的，帮助阮成做你尽中的管家，无辜负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心意。求你用信实、权能扶持阮，使阮有气力赢过所有的试炼，互阮顺全亲像你，通将一切荣耀归乎你。阮来俄勒感谢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求。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大专中心主日，欢迎单信中牧师代表前来请安甲讲道，敬请遐这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余文思传道甲余胜阳总干事已经考到台南神学院的道学硕士科，真恭喜！伫个本会复赛就到7月底止，愿主赐福引带因伫神学院的造就甲复赛。第二点，对8月初1开始，聘请田少宇传道，已经有牧师的资格啊，要正做本会开拓的牧师，派伫个清风敬拜中心负责开拓事工，完成祝福一切顺利，敬请大家关心代祷，愿主祝福。第三点，7月份起，足球队使用的3楼生活广场的时间是伫迄每周的拜1、拜3、拜5的早上半工，每月奉献维护费用2000块，固定例假日就无开放使用。第四点，7月份起，若是要借教会福音车，需要以即个牧区小组甲各机构的单位来借。若是开车，就需要教会认同。第五点，本会定伫个9月初7起，要连续召开第23届中职选举的临时学会。本届有定的选出的长老有12名，执事30名。第六点，本届的中职的候选人名单伫迄第8页，请咱家己来看。敬请即个候选人伫个8月17之前提供2寸最近的大头照，方便要编印选票，多谢合作。第三点，中职会公告，2025年的幼光幼儿园董事会1/3的董事改选的结果如下：陈木英、张功成、黄宗胜。候补是黄家斌，敬请兄弟为幼光幼儿园全体董事甲园务蒸日上带头。第四点，清风敬拜中心定伫个8月初10要复聚会，聚会地点改到新塘，伫个南子区清风路297号。第五点，下周主日是8月初3，是父亲节主日。本会举行感恩礼拜，并赠送每位爸爸礼物1份，表达敬意，完成祝福每一个家庭拢幸福美满。第六点，后周主日下午3点30分，伫个3楼会议室召开8月份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所长甲同工列席。第二大点是肢体消息商讯，本会为渊源弟兄令慈母为灵玉露姊妹伫迄7月19蒙主恩召，享年94岁。已经伫迄7月25伫七日殡仪馆举行
愈练甲个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姐为遗族代祷。第二点，有关的董事会伫咧本主日中午伫3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敬请各位董事出席参加。第三点，学青木区伫8月初9，星期六的下晡5点20至8点30分举办“因爱赴约，一起去逛吧”父亲节活动。对今仔日开始报名到8月初3中到12点以前，欢迎教会爸爸拢会当做伙一起来共襄盛举。第4点是合作社社员消费率利率贷款15万的利息年利率是3.6%。第2点是社员在职军公教贷款30万，利息年利率3.6%。11月30进行查址。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好，多谢。高雄中会定伫8月30上午9点半到12点有举办全中会的圣经考试，即帮是考使徒行传。考试的资格对国小甲国中、成人、少年拢有吼。咱的考场伫德国教会，要参加的报名费100块，欢迎你兄姐当伫即个主日咯吼，即个主日前爱甲办公室报名。咱的儿童牧区学生甲区长吼，议员区长来报名嘛。第二，高雄中会福禄寿公部定伫11月初6到初8举办灵修旅游，地点伫太平山铁道建成古道，费用2人房是9400块，4人房8250块，65岁以上拢有减150块，6岁以下无占床袂用餐，一个是2200块。欢迎咱的妇女圣歌队陈美仪队长来报名，并且缴费吼。咱头拄周报刊登，咱做的是有为着为缘缘的兄弟的妈妈月老姊妹举行个别礼拜。昨是咱本会咱所敬听陈春荣兄弟的个别礼拜今日伊双家拢有伫咱中间，也要甲大家表达感谢感谢大家关心参与甲带导请迄个文强兄、甲文良兄、佮文全兄因三个后生因的家庭咱用一鞠躬甲大家说多谢好，一鞠躬好，大家请坐请咱会当继续为着带导这边伊嘛有带迄个春荣嫂就是妈妈特别阮来参加感谢主上帝透过伊第二后生也有陪伴照顾所以伊即摆身躯还佫算照顾得诚好，足感谢上帝请咱为您祈祷以上毋捌有头一遍来兄姐无咱今日是大专部的主日，特别有三道教会陈信良牧师伫咱中间分享信息咱嘛拍波欢迎迄个陈牧师这是咱做伙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迄《使徒行传》15章40至11节，《使徒行传》15章40至11节。我来读，恁来听。第4节，到耶路撒冷，互教会甲使徒长老接纳因，就讲起上帝所教因行一切的事。若是有几若个信徒属法利赛党的起来讲，的确着教因行割礼，命令因守摩西的律法。使徒长老组织参详即节事，已经辩论久久。彼得就起来对因讲：六位兄弟啊，恁拢知早上帝伫咱中间经我，互外邦人对我的喙听见福音的道理来信，佮捌人的心的上帝，甲因做干净，
用信心想事因，亲像守事咱一样，无分别因甲咱，是用信清起因的心。打声书赐上帝，用咱的做甲咱所袂背的担，下伫学生的红棍啊！咱是对主耶稣的恩得救，亲像因一样，这是咱所信。以上愿上帝的话祝福每一个人。而乐，咱请妇女圣歌队。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成就洁净咱的心，成就洁净咱的心。咱请陈信中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有机会透过大专的主日，甲兄弟做伙来经历上帝的话，来参加学习。第一位讲道大师牧师邀请咱利用挥挥手的方式，甲你四周的人甲伊讲上帝祝福你。也邀请咱手铿形前，咱做伙讲上帝祝福我。上帝祝福我。每一个礼拜，我拢用这款的方式，甲三德教会兄弟做伙三甲安尼来做。毋是因为我拢会甲兄弟安尼讲，毋是因为这个做了有啥物神奇的效果啦吼，无啥物魔法啦。毋过这个是咧提醒咱是一个属上帝祝福的囡仔，咱着带这款的应允进入上帝的殿。当咱要离开，你就会记哩，你是上帝祝福的囡仔，你会当为着这个世界带来祝福，毋通袂记一哩。当你会记一哩，上帝的救恩甲信息，你的生命就会无同款。
你的家庭就会无共款。你所徛起的所在，就因为安尼有遮好的变化。啊！你今日牧师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做伙探讨一个叫做神清气。伊讲恁的心啦吼，牧师甲叫做咱的心，神来清气咱的心。啊！而且大神之前牧师敢若分享一个我伫网络看到的一个文字啦吼。伊讲吼，有一个50岁的妈妈啦，甲伊读国小这3岁的囡仔吼发生争执啦。啊，囡仔就甲顶撞，伊讲你毋知影我即摆叛逆期啊。然后伊妈妈就甲讲吼，叛逆期有啥物了不起？恁妈妈更年期啦。我看了这段文字的时阵吼，其实我感觉真趣味啦吼。要毋过我搁豆豆去思考吼，讲有当时人生嘛是亲像安尼呢，咱拢有咱家己的对呢，敢毋是？吼，囡仔伊讲伊青年期，敢有啥物毋对？啊，妈妈讲伊更年期，敢有啥物毋对？拢无毋对呢。吼，啊，各种是因拢有因的困难呢。吼，因拢会受到这个身体、心理的变化来受影响。但有当时咱嘛想看觅下伫这个时代，伫顶一个时代，搁来的时代，因会拄到什么款的困难？咱要安怎甲伊对话？咱无可能干那活伫咱的时代，咱嘛要了解无共款的时代因所拄着的困难，然后咱较有法度做伙有对话的空间。其实信仰有当时也嘛亲像安尼啦吼。伫使徒行传15章的经文，伊咧讲起这相信耶稣的门徒，因安怎去体会耶稣基督的疼。啊，你讲信耶稣真好，毋过信耶稣真好嘛是会拄着困难啊。因嘛会伫因的日常的代志，因爱安怎做伙讨论啊。啊，这就是伫使徒行传，咱若有机会读使徒行传，咱就会当看到信耶稣真好，军队耶稣真好。毋过，军队耶稣嘛有遮个问题咧，军队耶稣嘛有思想无共款的问题啊。啊，若遮拄着要安怎？咱要安怎做伙来面对无？伫15章的经文内底，咱看见信徒因做伙面对遮个冲突，嘛因为顺服是上帝的话，伫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内底，因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伫神来清气因的心，互神清气因的心。伫即个原则的下面，因开始会当互相对话。啊嘛，期待咱用即种的方式，咱来思考15章内底因发生的问题，甲来思考伫今仔日伫咱的生命中间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嘛，伫咱咧讲大专的中心的时，因咧面对这些囡仔，因有可能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啊，即个问题中间，咱要安怎做伙三角来学习，做伙来面对。如果咱若对这个使徒行传15章这个问题，咱会当对角类来看啦吼。因为外邦人开始安怎，开始渐渐坐，然后进入这个教会内底，就是基督徒的团体内底。一开始外邦人无介坐，后来愈来愈坐，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行角类的问题。啊，因为这个行角类的问题，就产生大家意见无共款，所以大家就派代表来甲耶路撒冷做伙来开会。啊，这个会议咱通常甲伊称作耶路撒冷会议啦吼。啊，大家做伙伫遐讨论这个信仰的问题。啊，那照这个先后次序来看，15章会当分作触发的导火线，然后大家当表达家己的意见，意见了后就是大会的议决，然后过来就是宣布，伊要安怎甲遮个物件传去，互遮个无共款的教会，甲因做伙来分享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结果啦吼。啊，这个中一个真大的问题就是割礼啦吼。所以咱就对这个犹太人的历史来看，这个割礼到底是啥物意义？伫创世纪17章，咱有看见上帝互亚伯拉罕甲伊讲安怎，若生落来的囡仔第8天拢爱行割礼对哇？若无，就这个囡仔就甲我的救恩无关系呢，吼。嘛，因为安尼，所以豆伫这个旧约的历史的内底，伊家己写入这个律法的内底，所以咱会看见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士师记，拢有记载这相关于割礼的经文的记载。割礼原本对犹太人已经真重要，佮总是甲其他的部分吼，差不多并列啦。毋过到伫因去用掠去，就是586年，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了吼，割礼煞大安那突起啦。因为伊去到外口，伊发觉吼，其他的遮个民族甲因安那，因无咧行割礼啦，啊，我有咧行割礼啦，
啊，因为安尼，所以伊就甲伊做分别啦。因为即个无，错成做因真重要一个象征。因即个无，互因看见，这就是阮以色列的民族一个真特别，阮的信仰真特别的象征。所以，甲咧原本伫因的文化内底已经有一个位置，到伫狩猎，啊，佫较凸显重要。到伫因恢复转来了后，信仰圣殿已经重建了呢。毋过重建了后，即个甲咧，即个真重要的印象无拍甲落去呢。佮继续留咧，因为迄对因来讲，就是一个真重要，以色列即个上帝百姓一个真重要的象征啦吼。啊嘛，因为安尼，所以才会保守的犹太信徒，因虽然真做基督徒了吼，因嘛会甲即个外邦的信徒讲，啊，你要信耶稣吼，佮有一个真重要爱遵守啦，就是安那，就是爱行割礼啦。啊，你若行割礼吼，你就会当真做真正上帝的百姓啦。对犹太人来讲，迄无问题；，佮对外邦人来讲有问题，因为伫外邦到伫罗马的世代，咱甲伊称作希罗文化，因受希罗文化真大的影响。伫迄个中间，因真崇尚，尤其是希腊文化，真崇尚叫做裸体。迄个裸体就是完整的伊，迄就是从水。所以咱来看伫以早，因所有的遐真水的雕像无，拢无咧穿衫，因为感觉安尼就是上水的啦，吼。啊！你上水的，你去行割礼，迄个割礼，就今仔日咱的名称叫做割包皮。你就安那，你就甲人一看就知影，甲人无共款呢。真水的一个作品，结果甲割包皮，所以就无水啊。所以伫因的时代内底，因会去用笑啦。啊，因搁所爱伫公共澡堂内底咧讲生理。啊，你公共澡堂无人咧穿衫啦，所以你一烫落来，大家就知影你甲人无共款呢。所以你会受排斥。你的生活有可能会出问题。犹太人生活伫犹太人的社区无问题，不过外邦的人，伊要真做犹太人，伊若爱承受割礼，伊的生活会出问题。嘛，因为安尼，所以因真挣扎，有的人无法度真做犹太教的一份子，所以伫圣经内面，咱若看到因，阁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敬虔者，敬虔的人，敬虔的人就是咧讲即种的人啊，因想要。家己犹太教相信即个神，佮总是因无法度真正行割礼，伊无法度安尼做，因为对因来讲，迄伫因的生活中间会出真大的问题。然后即款的割礼的问题，到若今日咱家己称作割礼派啦吼。毋过因所讲的一寡的无共款的论点，佮有小可无共。一开始吼，因来讲着食饭，因为食饭因会祈祷嘛吼。啊，来祈祷就是讲咱做伙啊。咱上帝甲咱祝福咱做伙，所以因为安尼的缘故，伊无甲外邦人做伙食饭，因为你无法度甲伊做伙祈祷，讲咱做伙有一个白上帝嘛，吼，咱无伫即个救恩的内底。然后到伫后壁，即个割礼，因为即个进前甲咱讲迄真重要的一个特别的，甲别人区分的即种的概念，去放伫因的内底，因搁安那，伊甲当做得救的一个真重要的因素。啊嘛是因为即个因素，所以导致后来。这人因真困难信耶稣，也是加入犹太教拢真困难啦吼。这嘛是加拉太2章4节保罗讲安那，因为有偷着引进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叫我们成为奴仆啦。咱本来是自由的呢，啊，咱煞因为行割礼，搁真做奴隶咧，吼，咱无伫即个律法的下骹呢，吼，伫即个割礼的内底，啊，伊毋是叫犹太人免守律法咯。保罗爱因守律法，佮总是保罗甲因讲，你袂当用恁的律法，特别是即个行割礼，放伫外邦人的身上，安尼袂使啦吼。嘛，因为安尼，所以因开始有辩论。保罗甲巴拿巴感觉，若将割礼诚做得救的附加条件，安尼是毋对的啦。所以因会开始有即个耶路撒冷会议，嘛，较有咱看到的《使徒行传》15章的即款的争论。然后伫内底，因开始讨论。一开始，即个人就有人安尼要求讲，咱都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啦，会当诚做外别人得救的条件。所以真重要，也是佮为伫即个割礼的即个较重要的主题来讲啦吼。然后因辩论真久了后，伊讲安那？因讲彼得就徛起来啊，就开始讲，毋过我伫外口我的经验内底，上帝安那？嘛，伊的圣神嘛，赏赐互遮外邦人呢。
上帝嘛接纳因的。啊，若上帝接纳因，咱敢有无接纳伊的理由？咱会因为惊甲你无接纳因嘛？所以彼得嘛开始用伊所经验到的甲因三个分享，讲借着信清洁了他们心，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无啦。伫信的内底，咱真做共款啦。彼得咧强调的是清洁，才会当真做得救观念是对的。啊，毋过即个清洁是安那，毋是靠着血统加割礼啦，是因为信啦。因为你信耶稣，安尼就好啊。毋是因为你阁有附加的条件来支持你，你会当真做上帝的百姓无啦。伫咧记这法利赛人甲门徒因真侪无共款的即款的论证了后吼，当然雅各伊嘛起来讲，各种是伊嘛有考虑伫当时真特殊的状况，就是嘛是有犹太人伊信耶稣啊，犹太人伊会守律法啦，安尼要安怎？你若甲伊讲这毋免守律法，有当时因会掠准讲，那安尼律法是毋是毋免守啊？安尼对犹太人的冲击是足大的，所以伫咧中间要真做是一个平衡点，伊就讲安那，伊就讲好安尼，即个割礼部分咱暂时甲伊模糊化了后，伊就直接讲安那讲安尼爱遵守啥就好啊，意思是讲若遮有遵守就好啊。讲安那吃祭过偶像而不清洁的食物，淫乱的行为，吃勒死的畜生跟血，这些个袂使。啊，若安尼，你若莫犯着吼，你就信耶稣啦，安尼无要紧啦吼。吃偶像这不洁净的食物啊，就是因为呢参加偶像的仪式啦吼。然后伫当时感觉迄就是甲鬼啊联合，所以因感觉安尼袂使啦吼。不过后来咱嘛知影伫哥林多前书8章10章27节，保罗佫安怎讲？伊佫安尼教导讲，其实食甲无食袂影响咱的信用啦。啊，毋过你若食无食，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啥物？就是你隔壁迄个兄弟姊妹，因为你食无食来跋倒我啦。安尼敢会当清楚即个中间的差别？我食无问题。佮总是我会食，我的兄弟姊妹若会跋倒，我会因为安尼莫食。莫食的缘故，毋是因为即个食物会甲我影响我的性命，袂，是因为会影响到我的兄弟姊妹的信用，所以我为着伊的缘故莫食。吼，这小可甲伊分别出来无共款啦吼。保罗的看法是毋是当时犹太人拢会当接受？老实讲无。吼。若有保罗宣告就袂遐尼辛苦啦，因为伫迄个中间，真侪犹太人伊还佫持守伫迄款对伫传统顶悬对上帝的认捌，因无因为耶稣基督重新看见上帝的心意，拍开检视因以前的传统无啦，因维持迄个传统，甚至迫害遮的基督徒。然后吃勒死的牲畜跟血咧，其实同款的啦，这个概念是其实同款，伊咧讲起的其实拢是生命啦。勒死的牲畜其实袂当食，就是安那，其实因会当食这个动物，其实是伊爱甲血放掉啦。所以重点伫迄个血，因为当时来看，因讲血是生命啦。所以你若食血，就是吞大人的生命，安尼无好啦。来到台湾一阵吼，足流行咧讨论啥物，你知无？迄鸭血啊、猪血啦，会食食无对哇？完了，做爱甲伊食鸭血、猪血，人就足有罪的。我迄早未信耶稣进前会食一，即摆袂食一咧。毋过你若了解圣经内面咧讲的血是生命，其实你要食无爱食拢无要紧啦，因为最主要是咧讲的生命啦。所以有真侪人吼讨论鸭血、猪血会当食无？毋过伊要讨论，你若赛车会当啉酒无？伊讲袂要紧嘞，吼，啉一杯也无要紧啦。咱嘛无互掠着嘛无要紧。毋过伊来教会咧争论迄个血会食一无？咱若愿意食就甲食，无愿意食就莫食。
但毋过生命尊重生命这件代志，是咱需要做伙来思考的。然后淫乱呢，伫一般的道德，毋是代表犹太人无啦，犹太人嘛是有啦。只是讲因为伫即个西罗文化的影响的内底，因敢若对即个性较无遐尼要紧，而且有偏差，所以保罗也是讲伫当时即宗教的人士，较特别将这个甲摕出来讲啦吼。后来咱来看经文，咱会发觉雅各即个意见应该有互人接纳啦吼，所以较会搁派保罗、西拉即安尼去到无共款的所在去来讲啦吼。然后雅各伊提出这4个境界吼，就讲禁忌啦吼，其实敢若有一点仔嘛是妥协啦。你有发觉无？一开始是因为啥物开始要开这个会议的？割礼啊，敢毋是？而且内底会议内底敢有讲到割礼？无呢。安尼意思安怎？意思就是这个问题不止遐严重啦，有点仔敏感啦，大家摕出来讲可能也真袂爽快。所以规矩这个议案内底莫讲到这个物件。安尼解，咱就用较婉转的方式，就是这个莫做就好。嘛有这犹太人保留一个，我嘛有尊重你的传统。咱嘛尊重这个外邦人伊所拄着的困难。嘛莫互人误会讲安尼，因为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一落去了后，安尼毋免去行割礼，包括犹太人嘛会起安尼起来讲，无，因为伫这个内底嘛无。所以犹太人继续行伊的割礼，外邦人会当毋免行割礼，大家会当伫即个共同的标准内底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点。雅各伊所要表达的，毋是一个神学的立场啦，伊咧讲的是一个实际生活的困难，因要安怎伫迄个困难的中间做伙努力啦。所以到最后经文写讲，使徒、长老甲全教会人，因着对因的中间来竞选。所以找因巴拿巴、保罗做伙去安提阿，还佫有犹大甲西拉，然后去甲因讲关于这个会议内面所讨论的，咱安尼遵守，安尼做伙面对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使徒的命令，就是肯定外邦人信徒的身份啦，甲犹太人伫得救的身份顶悬是平等的，迄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宣告。外邦人伊嘛会当得到救，甲犹太人同款，这最重要的哦，因为迄甲咱有关系，因为这若无，咱嘛无咧，因为对犹太人来看，咱叫做外邦人，咱即下当时咱拢讲咱基督徒对嘛，所以咱拢讲外邦人就是还未信主的人啊，佮对犹太人来看，咱就是外邦人啊，因安尼咧。少年，安尼咧纪念，安尼咧努力，嘛，互遮个人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咱呢？咱敢有纪念遐个还未信主的人？伫因的生命中间，咱安怎去努力来帮助因看见上帝的祝福？一点，保罗伫加拉太3章29到28节，伊就安那，伊讲：恁因为信耶稣基督，拢是上帝的囝。恁受洗归入基督，所以就是安那，就是披戴的基督，无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主的，或男或女，因为咱伫耶稣基督内底，拢正做一啦。安尼最重要的，迄个一是丰富的哦。这个圣经内毋是讲一，所以全部拢变成犹太教，全部拢变做安那，你的身份全部拢摕掉。你无搁再是希利尼人，你无搁再是啥物，你就是拢只有一个尔，毋是哦。你的一是你永远保有你家己，佮总是咱伫信仰的内面正做一。这最重要的，尤其是伫一个世代拢要统一的世代内底，其实嘛，咱重新来思考，伫一个丰富多元的中间，敢有可能做伙成长无？来做伙成长来看见上帝的荣耀无？咱若有机会若弄球啊，恁会知影讲吼，弄球咱对这个图片来看，这个人应该是要弄啥物球？应该是要弄这个红色的球啦吼。毋过你若甲伊放较大来看，敢会当弄别粒球？会使呢吼。你若看过人咧弄球迄花式的无？迄足奇怪，弄甲咱看拢无。有当时啊讲他会拍遐，结果伊就要拍隔壁即粒尔。毋过伊就是咧表现啥物？讲其实伊有足侪条路通走啦。
伊不只有一条路通走啦，搁有时啊，咱拢会感觉只有一条路通走，咱搁会掠准迄是唯一的路，安尼就会小冤家哦。毋过你若知影有足侪条路通走，你就会发觉其实真丰富搁多元啦吼。每一项代志嘛是共款，咱每一个人看的角度其实拢无共款。你看的角度甲我看的角度无啥共，佮总是伫这无啥共中间，咱要怎做伙学习，佮伫大的信仰内底真做质，这个足重要的。吼，所以当咱接触到其他人，咱咧学习这个信仰的功课的时候，咱嘛爱提醒，咱每个人处境不一样，咱都爱彼此尊重啦。然后咱嘛爱有机会互人表达伊的想法，咱嘛爱勇敢表达咱的想法。只是讲咱勇敢表达咱的想法的时阵，爱温和啦。吼，毋是讲我想要讲就讲的吼，我情绪若发出来，是阮兜的代志，无安尼啦吼。咱应该爱勇敢的讲表达，咱嘛爱尊重人，互人有机会勇敢的讲。讲所以拢爱学习，就是爱伫温和的中间做伙前进啦吼。所以基督徒嘛爱试着，卖爱用荣耀上帝的方式来引出无共款的想法啦吼。伫2006年，飞鹰出版社有一个叫做谢肯德这个作者吼，伊有一本册叫做《我们和好吧》，吼，伊有写这本册啦吼。伊本身是一个工程师、律师，佮有调解员，伊调解过真侪无共款的这个案件啦吼。然后伊内底提出讲吼，讲咱甲人和好是咱的渴望啦吼，咱嘛足希望对冲突会当对和好去。不过伊嘛咧提醒，冲突无一定是无好啦吼。毋过，咱要甲冲突变做是一个会当彼此祝福的事，迄就真重要啦吼。因为咱人吼，拢有无共款的意见、想法啦吼，咱无可能大家拢共款啦。咱想象一下，恁兜的遮弟姊妹啊，若做伙出事的时阵，敢毋是拢伫大家拢是差不多的环境的内底咧生活，敢毋是？你讲阮拢一家伙啊，毋过你的想法咩？你甲你的厝内底人想法拢有共款吗？嘛无呢？你会因为无共款，特别小冤家，特别互相伤害吗？嘛毋免呢，敢毋是？吼，你嘛来讲，我们是一家人啊，按个阮想法无共，吼，所以无共意见，迄是真正常的事。毋过要咱伫无共意见的中间来敲找合一，毋是统一咯，是敲找合一，做伙伫合一的中间来彼此尊重、体谅，安尼迄就真重要。然后这个作者伊提出4个原则啦吼，伊讲吼，至少有4个咱会当做伙来思考。第二个叫做荣耀上帝，要请咱做伙来读好不好？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上帝而行。好，无论做啥物哦，拢爱荣耀上帝。所以作者咧提醒这个读者吼，基督徒咧处理出发点甲重点吼，拢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哦。所以你若甲人咧讨论代志的时候，你得问你家己：我做这件代志，上帝欢喜无？还是我家己欢喜一个？迄无共款咯。我家己欢喜一个，上帝嘛欢喜，安尼袂歹啊。佮总是我家人欢喜一个，上帝无欢喜，安尼无好哦。咱咧做代志的时候，咱咧问咱家己：你有荣耀上帝无？基督徒面对冲突的时候，毋免粉饰太平啦吼，说咱拢无冲突，咱教会上好，袂安尼啦。我拢甲阮教会兄弟安尼讲吼，讲神的教会我感觉足赞的，毋过我袂讲他是最棒的，全部拢比我们差劲，我们最棒，我袂安尼讲，因为我知影咱有咱的好，别人有别人的好，咱嘛爱甲学习，咱有咱的好，咱就甲人分享，有人的好，咱就甲学习，咱毋通陷入一种迷失，就是只有我最棒，袂安尼啦吼。咱来看伫咱的世界内面，其实做多样性的。超过咱的想象啦吼，咱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冲突，然后每一个冲突会当真做高举上帝的机会，这嘛最重要的吼。冲突咱无法度避免，真正无法度避免。可总是咱会当甲冲突导向一个按照上帝的方向，这是咱会当做的，咱会使努力的。第二个就是咱来去掉梁木啦吼，咱做伙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所以第一个荣耀上帝，
第二就是安那，咱嘛要看见意识着家己是有问题的啦。吼，那伫医学内底个，咱也有迄个伫医学内底讲，咱有病耻感啦。吼，你若破病人无病耻感，你要叫伊看医生嘛，足困难的呢。吼，伊拢甲你讲伊无病呢，啊，你一看就知伊有病，啊，伊拢讲伊无病呢，啊，你要回去看医生就足困难。啊，伫信仰内底来讲嘛，看看，伊若看到拢是别人的问题，伊拢袂看见家己有问题，安尼嘛是足麻烦的哦。吼，所以面对冲突内底，有当时啊，咱嘛爱先自省啦吼。咱有看见别人的问题，安尼真好。啊，毋过你想看觅，啊，家己敢拢真正无问题？啊，若有问题是啥物问题？啊，会当改无？啊，要安怎改无？吼，啊，有当时啊，互你安尼想想，你问题大好一半呢，或者问题拢伫家己的身躯呢。啊，一透气就透气啊！吼，面对问题，然后咱做伙去做，咱有当时咱会当看见真侪多样想，真侪真水的。敢若亲像咱早期台湾结婚的时阵吼，迄新娘仔要离开的时阵，讲爱安那等掉迄开线对无？吼，啊等去。啊，即摆佫较趣味咧吼，即摆有人因兜做电风的，伊当啊电风撒起来，当啊弹出去咧。吼，啊我嘛看过迄落等冷气的呢。吼，因为因兜做冷气的啦。吼，当然伊是壳仔尔吼，毋是真正规只的啦吼。啊，就安尼规只甲弹出去安尼，啊，咱嘛感觉真趣味咧吼。啊，有人安尼解说啦吼，伊讲吼，安尼叫做放掉大小姐脾气啦，吼，甲弹开安尼。不过你去想看卖呢？啊，查某囡仔有脾气，啊，查甫的敢无脾气？啊，查甫的敢免弹掉？哎呦，啊，你毋捌看过查甫咧弹开线的呢？吼，查某囡仔爱弹，啊，查甫的较毋免弹。吼，一个人爱弹，一个人毋免弹，啊，着准备要用欺负的安尼，敢毋是？吼，啊，咱若去个遵照鼓励，个等甲欢喜甲，安尼你着啊，我嘛毋知迄查某囡仔咧想啥，因为准备要去受苦的呢，因为伊甲等掉，啊，然后迄个无要等掉呢，啊，迄个等伊呢，看安尼偌可怕。所以咱想看卖咧，伊用即种的解说，毋过传统来说，敢是咧讲放掉大小姐脾气，敢若想迄毋是哦，伫传统的解说内底，其实毋是放掉大小姐脾气的，是啥物？放掉她的姓氏啊，亏姓，甲姓是共款的。你姓啥？亏姓，咱敢会记的？意思是讲啊啦，你今日若嫁过了，你就无搁再是恁兜的人啊，你是恁丈夫迄边的人。所以较有迄个啦，你生是恁丈夫的人，死是恁丈夫迄边的人，拢共款啦。你已经甲你原本的厝已经无关系啊啦。啊，你若知影这，你敢搁要等？哎那我无爱等啦。是安那，我结一个婚，就爱等掉我的姓氏。啊，如果你若是一个查甫人，你甲你的查某人当作是一个物件，然后你要甲伊结婚，你讲伊爱伊，我嘛无啥相信，因为你互伊失去伊家己。安尼做自私的呢？咱讲实在，迄真正做自私的呢。啊，你若是一个查甫人，我期待你爱你的太太，毋通互伊失去伊家己。啊，你若感觉趣味要等迄个开线，迄我无意见。要等电风、等冷气，迄著看恁兜的经济。啊，问题是你毋通互即个人失去伊家己。第三个就是温柔该挽回啦吼。老人，来，咱做伙来念啦吼。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换回过来。咱需要对上帝来智慧甲爱心啦吼。咱安那除了用爱心说诚实话，也毋过用爱心说诚实话，并无代表讲迄个都爱做来工拄甲互人走袂离啦吼。爱心说诚实话，你得爱用温和的方式，互伊明白啦吼。所以你免去揣测对方的动机，忙自以为意，啊，尽量用清澈简单的方式，互对方会当理解就好啦吼。然后咱会记多替别人想一下，毋通拢用家己的角度咧想尔。多替别人想一下，多思考一下，多评估一下。多评估并无代表代志拢一定会成功哦，这是两回事哦，咱来甲分开哦。吼，你有努力，并无代表一定会成功哦。吼，毋过因为你有努力，你有评估，你会当伫即个着即个好的方向的过程中间，会当减少做者错误，迄是事实啦。
吼，所以这是会当做伙做的啦，吼。所以对别人有足侪袂造成人困扰的可能性，你加想一寡，并不代表你做代志拢会万无一失啦。不过多替别人预想跟设想啊，会当安那减少可能因为没有评估好而造成的伤害啦。这是咱会当去做的啦，吼。那第四就是重新和好。来，咱做伙来念这个经文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真正的和好哦，就是互过去啦。讲上帝无记伫咱的歹哦，意思就是过去啊。啊，过去也毋是讲互你继续做歹哦，毋是安尼哦。咱圣经足严格讲，咱袂使继续做歹哦。啊，毋过上帝因为咱会悔改赦免咱，所以人讲啊，我原谅你啦，你会记哦。你若咧冤家的时阵，有当时啊，人做生气的，伊会讲安那，你搁咧讲，你之前毋是讲原谅我啊，搁一直咧讲，安尼什么意思？安尼就是无啦，无过去啦。过去就是我若真正原谅你，我饶恕你，安尼就是过去啊啦。新的袂使搁还，毋过过去的就好过去。安尼你才有可能新的开始啦。啊，袂你搁扣掉咧，你看随便哪过，你干嘛过袂过，敢毋是？吼、啊，等咱饶恕别人的时候，咱讲的和好吼，和好是双方的哦，吼，就是爱两边拢有意愿才会和好哦。啊，饶恕咧，饶恕是单方的。我饶恕你，啊，你要跟我和好，我还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饶恕你，好，所以等咱饶恕别人的时候哦，其实最受益的是什么人？家己啦，你知道无？你饶恕那个人，你大概讲了这件代志的时候，你的心内就袂再滴血啦，佮冤切，暗时啊困袂去，血要一直清起哩，拢是你呢，敢毋是安尼？你大概想到这，你今日就困袂去，药啊食拢无效，啊对方敢有效？有啊，对方活了做好势。好，饶恕是放过自己。你会不会放过自己？啊，咱是讲无简单，你若伤害人，你讲要做饶恕，真正无简单。按个若求上帝帮助咱，真正若会使借着上帝，咱会当饶恕自己，放过自己啊。叫来讲彼得因为借着信亲起因的心，无分你甲我啦吼，因为伫信仰中间因真做质啦。所以伫这礼拜，无需要请甲咱做伙来想这个问题。你安静中间，你会想看卖，当团队因后提出一个好的方案、企划案，你的反应是啥物？你会欣赏无？你会感觉有远见、的规划力、执行力无？你有去做评估无？还是你也不自觉贬低对方的努力？敢会？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也有可能是你的家人哦。啊，你安怎去面对人若提出想法的时阵，你拢安怎去应对？如果你若知影冲突无一定是无好，会当帮助咱成长，甚至有当时对咱有益处，那安尼你安怎去看待后一摆的冲突？你会当安怎甲冲突引带往着荣耀上帝的方向去？最后，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啦吼，咱用这个中文来，咱做伙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创造我们都不一样，有不同的特质。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欣赏，一起服侍，帮助我们有勇敢承担、冷静思考、平静的心来面对每一个冲突，在学习中成长，在爱中互相饶恕。祷告奉主耶稣之名，阿门。啊，今日牧师代表大专啦吼，有一个足重要的，甲咱分享上帝的话。啊，佮有带一个使命，就是募款啦吼，就是来甲大家做伙募款。我想若是募款出来，无迄落无欠钱的啦吼，就是有欠钱才会出来。我讲是，你互牧师拜托一件事，就是咱知影咱的大专其实这个大专的同工其实拢足辛苦啦吼，伫无共款的所在咧照顾咱的兄弟姊妹，伫学校的内底咧陪伴因
需要金钱、精力，这真侪方面啦吼。啊，佮总是如果信仰内底，你若感觉有感动啊，吼，啊，毋过要注意听哦，你有感动，毋过你的生活有困难哦。安尼无需要，请你迄个钱放伫你的钱袋仔就好。了解我的意思无？你今日你有感动，佮总是你的生活有困难，你的厝内底的人需要你这条钱，伊较食会饱，学费较交会出来，请你甲这个钱放伫你的钱袋仔内底。啊，毋过你甲感动放伫你的心内，到有一天你若会使的时阵，你去共斗相共。你若是有感动，佮上帝真正赐福你，你伫钱的部分较无欠缺，安尼无需要请你，就照你的能力来支持。我相信咱的上帝无欠钱啦，吼。啊，毋过我嘛相信上帝袂因为安尼去压迫伊的百姓，伊的囝儿、查某囝，互伊日子过袂过，我嘛无安尼相信有即款的上帝啦。所以你会记得，咱的上帝是顾念咱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吼。啊，毋过有一件代志咱会当做哦，吼，就是咱甲咱的行为做好，做咱的囡仔的表率，模范。这拢来说，迄甲钱无关系哦。你会使做这个囡仔的表率，因为你只要做好，咱的囡仔就会当知影信耶稣是一件真好的事。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功德。回应诗啊。歹势，回应诗554首。透早起也好静，透早起也好静，用温群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晡嘛无停，请咱去吟全首。这咱来带导，咱会早起，咱有听到这个信息，当然为着耶路撒冷会议决定毋决定，
有割礼派，还是外别人无赞成割礼，才会当得救。两派有冲突有会议，总是伫圣神的引带，大家有妥协，也有共识。咱嘛会当学习伫台湾，咱嘛有可能有不但是台派，还是中华民国派，但是大家拢徛伫家己的派，但是咱爱为台湾祈祷，毋望台湾无拢伫对立甲冲突，大家当互相接纳，彼此相听，同心为着咱的国家来度无，即个所在搁较好。咱也为着条约的政党来祈祷，咱也为着甲美国关税谈判最后的望也好的结果来祈祷，咱也为着整个的世界当和平，看见若乌俄还是伫中东，咱也看到泰国甲柬埔寨，毋过已经要和好，咱为着逐所在冲突的所在好好，也会当来祈祷，为着咱教会伫过来拜二甲拜五有恩牧学院的这儿童的暑假宴会，咱来祈祷，求上帝祝福世囝。嘛为着咱清风新的礼拜堂已经状况好势，毋望到8月17会当开始，咱来祈祷，也为着新的牧者来祈祷。嘛为着咱教会咱已经伫今年9月要中级的选举来祈祷，咱也为着有功有庭，咱的新的党事今日的组织来祈祷，也要处理所有的父母的代志，求上帝祝福。咱为着这有拄着死失的家庭，求主安慰，也为着软弱的躯体，咱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三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现在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你所赐福的主日，阮今日是大全部的主日。主啊，感谢你，透过牧师伊的信息，也阮有真侪学习。主啊，阮会当知影，阮免拢会当因为信清起阮的心。主啊，因为听，互阮会当彼此相和好。互阮拢是要为着上帝国度的广阔来努力来拍拼。所以说，阮求你也祝福阮台湾，互台湾虽然有侪无共款的族群、无共款的政党、无共款的意识形态，但是主啊，求你帮助，互大人拢是要为着台湾国家人民的福利。福祉好处来度无，主啊，放下所有意识形态，主啊，逐个人会当共同找到共识，为了国家来度无。求你啊，所有伫条约的政党，过来国会的运作，所有拢会当顺利来进行。最后说，阮也恳求你帮助台湾伫甲美国关税谈判，一切拢会当顺利，望互百业。拢无拄着困难，现在主要说，你是阮的上帝，阮单单仰望你，感谢你赐福你的教会，清风新的礼拜堂会当顺序拢应总好，望8月会当顺利开始，也9月会当设立教会，佫会当来献堂，主啊，求你家己来带领，感谢你，互阮。伫这个暑假，这个细囝拢有名花，会当对有造就有帮助，分学习，互你生命会当换新，诚做新人，这个改变，诚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儿，互你当行伫信仰的道路来荣耀上帝。最后说，阮有拄着死失的家庭，特别为着咱尊荣兄弟，上帝你煞伊落苦，带伊倒转去。主啊，昨已经拢料理好势，求你安慰为主，求你也安慰为言员兄弟因的为主，求上帝帮助互因拢会当伫信仰内面来徛在。最后说，阮有软弱的躯体，求你的医治也到伫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阮一切拢仰望你，带到你的面前，求你听阮的祈祷，
感谢你，学了你，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咱请执事来服侍咱对上帝的心意。请坐。咱请执事来服侍咱对上帝的心意。也这今日是大宣部的主任吼，照咱的感动咱会当用这个奉献录来奉献，愿上帝纪念你所献上的，拢会当真做祝福，祝福伫这个大宣事工，帮助咱这个大宣生，互因伫求学的过程中间有真好的辅导的帮助，信仰的栽培，将来拢会当互上帝使用。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生命的主，嘛是阮一切所有的供应者。阮愿意将这份心意献予你，伫你的面前，求你，予阮的心更加单纯来仰望你，恳求你赐福大专中心，甲阮的教会完全拢无欠缺，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愿阮的奉献，伫阮奉献中学习更加侪言捌语，更加侪来经历你的恩典。阮安尼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祝福齐恳。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地安宁。你我用主的听他，亲像当老我水，你望我暗里看见主的愿主你来，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所你心情安宁。你我用主的听他，亲像我做我水，你望我暗里看见主的祝祷，咱请陈信中牧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众兄弟三个伫地，对这点到万世代无尽。阿门。